喺未分享之前，希望你俾一個 like 我，等我都知道你喺呢個頻道出現。感恩你嘅收聽，令我有更大嘅力量，繼續用我有限嘅時間作出分享。今集分享嘅內容，唔知你有冇試過呢？失眠。近排啲天氣又潮濕，真係都幾困擾㗎。就係每一個都市人都有機會遇到。我就試過眼光光好似飲咗豬肉湯咁樣，成晚淨係望住個天花板，就算點樣轉身數埋綿羊，都係揾唔到周公先生。失眠喺而家嘅社會係好常見嘅問題，有時都真係幾困擾㗎。我都試過好想瞓，點瞓都瞓唔着，一瞓轉個頭就已經天光啦。呢一種好攰嘅感覺真係都幾辛苦㗎。當然失眠有好多因素，包括生理、心理同埋環境方面，有時睇醫生都冇辦法㗎。我亦都試過瞓唔到，問朋友介紹食安眠藥，起初食咗咧，真係都瞓得幾好㗎。但係咧，每次一瞓醒之後咧，個頭就好痛。安眠藥只係暫時放鬆我哋嘅神經，令到我哋可以入睡，但係長遠造成嘅身體負荷，我諗就無法估計啦。當然最重要係理解失眠嘅成因，最好就係梗係揾醫生尋求意見同埋診斷，咁先可以揾出方法。失眠亦都會因為好多種唔同嘅因素所導致。生理、身體嘅疾病，譬如慢性嘅疼痛、呼吸嘅問題、荷爾蒙失調、藥物副作用等等，有以上嘅情況，最好就揾醫生檢查翻，睇下會唔會有啲潛在嘅疾病。我之前呢就試過喺失眠方面呢，就避免攝一啲咖啡因、尼古丁或者啲刺激性嘅食物物質，影響咗睡眠嘅質素。同時保持翻規律作息嘅固定睡眠時間。我個人呢就建議，如果真係瞓唔着呢，記得唔好喺張床嗰度呢不停同周公糾纏，可以嘗試下聽一啲音樂啦，做一啲輕柔嘅運動，消耗翻精力，幫助入眠。心理層面，都市生活又急又快，加上工作忙碌，會令到我哋感到壓力、焦慮、抑鬱等情緒問題。我都試過因為工作嘅問題，喺瞓之前不停個腦喺度諗，瞓唔到啊。改善嘅方法可以大家試一試，就係喺瞓之前學習放鬆嘅技巧，譬如深呼吸、冥想，或者可以通過心理諮詢或認知行為療法 CBT 緩解情緒問題，放鬆一下心情。當然梗係可以揾朋友傾下啦。如可以就避免喺瞓之前過度思考。我都試過失戀瞓唔到，就可以試下寫信，或者通過日記寫出嚟，釋放翻一啲唔好嘅情緒，將自己嘅問題或者諗法寫出嚟。但一定要留意翻，唔好一次過寫太多啊。每一次你可以寫10至20個嘅內容，俾自己慢慢思考，慢慢解決，將自己唔開心嘅事寫出嚟，順便聆聽一下自己內心真正需要嘅嘢，唔可以勉強，記得順其自然啊。環境嘅問題，香港地少人多，好多時瞓覺亦都會因為噪音、光線、溫度而有所影響。解決方法最重要，令到你房入邊夠靜啦，黑暗同埋涼爽。如果冇房嘅話，可以嘗試添置一啲遮光嘅屏風，作一個間隔，或者可以加個布簾，增加私隱度。而房間可以用一啲遮光嘅窗簾、耳塞去改善翻睡眠嘅環境，以免受到外界嘅影響。而床上用品就選擇一啲舒適嘅床墊或者枕頭，睇下可唔可以幫助你盡快入睡。生活習慣，有時我哋工作繁忙，自然產生一啲不規律嘅作息。好多時我哋喺瞓之前都用電子產品，譬如睇下 WhatsApp、睇下 Facebook。不良嘅飲食習慣亦都會令到問題更加嚴重。可以嘗試一下喺臨瞓之前1個鐘頭避免用電子產品，避免喺臨瞓之前食太多或者飲酒。適當運動，但切忌做劇烈運動。
心理或者情緒對失眠有影響。焦慮、過度嘅擔憂會導致入睡困難。抑鬱可能導致早醒或者睡眠質素差。壓力、工作同埋生活壓力會干擾睡眠。疲勞可能工作過度，亦都會令身心好疲累，有時肌肉都會繃緊。呢個情況就可以去按摩一下，令到肌肉都可以得到舒緩。如果個心好攰，就需要放鬆心情。有時心累比身累更加重要，所以經常保持心情開朗，亦都可以減輕壓力同埋焦慮。每一日都做一個開心快活人。運動，帶氧運動，譬如跑步、瑜伽，係有助紓解壓力。我個人建議就係要愛自己，唔開心又係一日，開心亦都係過一日。生活同埋時間都係自己，將唔開心嘅事情放喺個杯入邊，然後開水後倒水入個杯，跟住同個杯入邊嘅水講唔開心嘅嘢。講完就同個杯入邊嘅水講：嗱，我而家將呢件事交俾你噶啦。之後就將呢杯水倒落個瓷盤度，將自己唔開心同埋抑壓嘅情緒一同沖走。記得唔好留戀啊！社交，唔可以停止社交活動，多啲同親友交流，減低孤獨感，提升翻興趣，培養自己愛好，去轉移翻個注意力。其他建議就係睡眠限制療法，盡量減少喺床上面嘅時間，增加翻瞓覺嘅驅動力。放鬆嘅訓練，譬如漸進式肌肉放鬆法、芳香療法，可以用薰衣草精油去幫助我哋放鬆。失眠涉及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等多方面嘅因素，情緒問題譬如焦慮、抑鬱等顯著就會影響睡眠。通過調整生活嘅習慣，改善睡眠嘅環境，管理情緒嘅方法，可以有效舒緩失眠。如果問題持續，就要尋求專業嘅幫助。而運動同埋食療都可以幫助改善睡眠，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。運動改善失眠，頭先講到帶氧運動，譬如跑步、游水、踩單車，都可以紓解壓力。焦慮亦都可以提升翻睡眠嘅質素。一個星期大約3到5次，每次30分鐘。記得臨瞓之前最少最好就係2到3個鐘頭之內都唔好做劇烈運動啊。瑜伽結合呼吸同埋伸展，有助放鬆身心。最理想就係瞓覺之前做一啲簡單嘅瑜伽動作，譬如好似貓牛式或者嬰兒式。太極就可以通過緩慢嘅動作做一啲深呼吸，幫助放鬆。每日大概練15到30分鐘。飲食改善，富含色胺酸嘅食物同色胺酸係合成褪黑激素嘅原料，係有助睡眠。牛奶、香蕉、堅果同埋雞肉。富含鎂嘅食物，鎂係有助放鬆肌肉同埋神經。綠葉嘅蔬菜、豆類、全穀物、黑朱古力等。富含維生素 B6 嘅食物，維生素 B6係可以幫助合成褪黑激素。魚類、薯仔、鷹嘴豆。助眠嘅飲品就係暖牛奶啦，含色胺酸同埋鈣，有助於放鬆。洋甘菊茶具有鎮靜作用。蜜蜂水，少量蜂蜜係可以幫助大腦產生褪黑激素。要注意，如果血糖指數高嘅人士，就要諮詢翻醫生嘅意見，避免攝取過高嘅糖分。飲食注意翻影響睡眠嘅質素。如果瞓得唔好，又或者已經有失眠嘅情況，避免食一啲刺激性嘅食物。臨瞓之前盡量唔好飲咖啡、濃茶、一啲辛辣食品。適量飲食，記得避免唔好過飽同埋太肚餓，保持3餐規律，避免暴飲暴食。運動同埋食療都有效改善失眠，放鬆身心，配合良好嘅生活習慣，效果就更佳。若果失眠問題持續，建議尋求專業嘅幫助。喺平行時空上邊，不分你我，我做得到，你同樣可以。
希望今日分享可以幫助大家，如果遇到失眠嘅情況，可以早啲處理同埋改善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美滿，日日可以一覺瞓天光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你都喜歡呢條短片，記得訂閱中女社呢個頻道，俾呢條短片一個 like，最重要分享俾你身邊嘅女性朋友，能夠喺大氣電波上邊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營造最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將你嘅真實故事分享俾大家，歡迎你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。中女社嘅朋友們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